嗨，大家好，我係浩庭嘅 Jessica。首先要多謝大家向新年期間一直支持我哋，有你哋浩庭先有今日。今年新年期間，好多家庭、好多朋友選擇嚟浩庭團聚，對我哋嚟講真係好感恩。有你哋嘅支持，浩庭先可以一直做到今日。所以嚟到3月，我哋想做少少心意，答謝大家。首先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消息。我哋嘅明蝦廣府薑蔥生麵原價39.8，而3人同行只需要4.99。希望大家可以同屋企人朋友一齊嚟分享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準備咗一個3月特別精選菜單，有18蚊、28蚊、38蚊同埋48蚊嘅唔同選擇，等大家可以食得講究又覺得值得。希望向浩庭再見到大家，多謝你一直以嚟嘅支持。